记能不能抓哪一只呢？还是随便抓？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早上是礼拜天，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定义就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哦，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起立，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庆贺，要来欢呼哦！好不好？我们来感谢，来赞美这位神。我们一起用神的话来赞美，来，要赞美上主，上主的仆人啊，要赞美，你们要颂赞他的名，上主的名应当颂赞，从现在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来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名字太多了啊！我们的主的名字有什么？以马内利，还有什么？是哦，哈利路亚妹，耶和华以勒，亚沙龙沙玛，哇，感谢主，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好不好？我们赞美这位神，来看见他的属性之外，我们自己这个人为什么我们都得不到？因为没有对焦啊！神赐给我们，然后我们没有在那位置上就掉下去了，掉下去，好不好？我们跟神再次认罪，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恩典的位置上哦。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能够接住哦，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来认罪，求神光照我们，好回到那个恩典的位置。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啊，今天早上，主啊，你让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主定义要爱我们，主啊，要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用神的全心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知道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对没有对焦点？主，我们仰望你，主啊，恳求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你就是光，主啊，你就是那从黑暗带领我们到光的主，主啊，我们知道了，主，我们离了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再次对焦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跟你有一点不对盘，主啊，是的，是因为我们自己自私自利自义自以为是，但我们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能够夸口的只有主啊，你的怜悯，你的救恩，主你的赦罪之恩，但我们首先要知道来认罪悔改。主啊，你是这么美好，但何以你的儿女们现在此时此刻不美好？
谢谢你光照我们，使我们好归位，重新对焦于你，重新回到主你恩典的位置上。主啊，你所赐下的一切就是主你自己。主啊，我们能够接得住，我们没有漏接。主啊，使我们的生命没有错过。主，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重新对焦于你。谢谢主，你是这位爱我们、用慈神爱所带领、牵引着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是啊，我们的只要筋骨不对位哈，就会很疼痛哦。因为牧师2个礼拜前，这边觉得怎么心脏痛，结果弄了半天不是心脏痛哈，是筋有点歪掉哈。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来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被关掉的时候再赶快来回位置啊，好不好？让我们好像目前看起来环境好像不太可能，但我们这位主就是有可能的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请。他从尘埃里提拔穷苦人，他从粪土中救拔贫乏人，使他们得以拜王子，得以跟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在家受敬重，赐他儿女，使他喜乐，要赞美上主。感谢主啊，这都是盼望啊，都是神要赐福于大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相信，然后神就给我们儿女，乃是神愿意，神给我们的福分是有儿女的。我们即便没有我们自己生的儿女，我们都可以从神属灵的儿女给我们。这一段经文引用的是什么？虽然它是诗篇，其实它是引用撒母耳哈拿的祷告。他怎么样到神的面前？神最后给他一个撒母耳。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这个经文读到说：“那主啊，我要孩子，我要孩子，请你给我。”无数今年几岁啊？干嘛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妄求。但是，神要我10年、11年前，这进入第12年，他要我在迦南教会有很多属灵的儿子，世世代代。阿妹吗？你也要生养众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家中生养众多，这是神的祝福，这是赐福的哦，好不好？我们要来站立。如果你需要祷告，圣灵在我们的各方面，他在乎，他不是只有在乎，他有全能来恢复你原来神要赐福给你的原来的功能。如果你有需要，请你站立。如果线上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凭信心，那么就把你的手放在你需要被神恢复的地方，我们开口来祷告吧。需要的请你站立起来，我们的主要差派我们的长老、我们的牧者到你的身边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就是要我们到你的面前。主啊，不是你不知道，主啊，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主。主啊，你哪有不知道的？但是当我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是真知道啊，你在乎我们，你有全能。主啊，你真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就是这一位。主啊，你让我们即便身体的疼痛，你也要使我们完全得着医治，让我们恩典够用。即便我们现在没有孩子，但是主啊，你让我们在属灵上面，你让我们真的是生养众多，你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主啊，一切都够用，因为你是赐福恩典的主。谢谢主，让我们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你是爱、医治、供应、保护我们的主。谢谢你，主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主啊，你有权柄。主啊，信靠你的人必有神迹奇事跟着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结果，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乃是即便我们所求的不是如我们所愿，但我们却是觉得恩典满满，福杯满溢。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来敬拜，就是要来主日守主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神的话，请
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上主的名应受颂赞。上主统筹万国，他的荣耀超越诸天，谁能跟上主我们的上帝相比呢？他住在至高的地方，但他俯首垂视，观看诸天和大地。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起立，我们的主跟我们同在，观看我们怎么样匍匐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为了教会，为了牧区，为了教每一个你所知道的，我们开口来到你面前。最重要是我的心要打开，今天主要对你来说话，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是主你的生日，主啊，我们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欢喜鼓舞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定义，主啊，今天在这里，你与我相遇的地方，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在这里分别为圣，我们献上自己，主啊，教会你是头，我们是互相为之子女。主，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主啊，真是成为这社区的盼望。因为主，你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这世代所有问题的答案。主啊，你要带领我们教会，主啊，你要使我们的教会成为这社区的灯塔。即便这世代再怎么黑暗，主，有了你，我们就有了光。谢谢主，我们要用主祷文一起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欢唱来到他的面前。各位家人们，大家平安，平安，欢迎回家。让我们一起用这一首歌，我们的神，我们来敬拜他，一起来拍手。荣耀、尊贵、能力都
将一切的能力都归回给他，将一切的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给他。你归给他多少，你就拍掌多用力；你荣耀他多少，你谢谢他多少，我们就用我们的拍掌来感谢我们的主，来感谢我们的主。谢谢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你听到了我们对你的欢呼，你听到我们对你的回应。因为你爱我们那么多，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照顾我们，你赐恩赐福于我们。谢谢你深深的爱着我们，保护着我们，看顾着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深深的来爱慕你，要深深来爱慕你，因为是你先爱我们，我们要来爱你。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来爱慕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呼喊他的名字，让耶稣的声音就在这会场里面，让圣灵听到我们在呼喊他们，让圣灵听到我们在对他的渴慕。耶稣，耶稣，耶稣，哦耶。
向神来敞开你的心，向神来呼喊，向神我们的神来说，我们单单爱慕你，我单单爱慕你，耶稣，你声音何等的美丽，耶稣，哦耶稣，我单单的慕你，我高唱敬拜你，献上馨香自己，一生单属于你，与你同行，只愿更多爱你，只愿更多有你，何等甘甜与你亲近，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如切不细碎，深深刻骨，耶稣，我深深爱慕你。邀请各位开口来祷告，自己向我们的神说：我深深渴慕你，我渴慕你来充满我，我渴慕你来充满我，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充满我，让我听见你的声音。主是我们的牧羊人，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他听得懂我们的声音，他认得我们的声音。开口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开口来向他来祷告，来开口来向他祷告。主耶稣，我们渴慕你，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渴慕你，主，我们渴慕你来亲近你，渴慕你来靠近我，渴慕你来对我说话，渴慕你来医治我，渴慕你来提升我，渴慕你来扩张我。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主，你充满我们，主，你祝福每一个向你来开口的弟兄姐妹，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向你呼求的主，你都充满他们，医治他们，提升他们，扩张他们。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你，我高唱敬拜你，献上馨香自己，一生单属于你，与你同行，只愿更多爱你，只愿更多有你，何等甘甜与你亲近，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如切不细碎，深深刻骨，耶稣，我深深爱慕，耶稣，我深深爱慕，耶稣，我深深爱慕，我高唱也爱你，献上馨香自己，一生单属于你，与你同行，只愿更多爱你，只愿更多有你，何等甘甜与你亲近，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如切不细
耶稣，我深深爱慕你。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爱我们，是因为你爱我们，我们今天早上才在这里。我们唱了很多敬拜的歌，特别是这一首我们是告白的歌。主啊，我们说我们渴慕你，主啊，我们深深爱你，但主你真实知道我们此时此刻的情况，别人不知道，但你知道，因为你是全知全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们此时的想法，我们可能想说，主啊，我怎么不觉得你爱我？主啊，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爱你，但主，我就知道我这个人不对劲，我就觉得我这个人都不知道怎么讲我自己了。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人不懂我们自己，别人更不用讲。但主，你既然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里，主啊，你的爱就浇灌，就像主你的灵浇灌在这里。主啊，在我们的每一个呼吸之间，除非我们不呼吸，除非我们禁止自己憋气，如果我们今天还有一口气在，赐予生命向我们吹气的主，他是复活，他向我们吹气的是这个使我们活起来的气。我们就吐出吧，吐出那个我们不明白，我们就吐出那个哀怨，我们就吐出那个我们这个人到底怎么了？让我们的主的气进入你的灵，进入到你的内心，进入到此时此刻的你，也进入渗透到过去的你。大口呼一口气，吸进主那复活的大能的气，圣灵的气持续使我们活起来，使我们从过去走过来。过去的失败不能定义我们，过去的不堪不能使我们活下去，那是要叫我们死的。但主，你要我们活起来，因为你有复活的大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即便我们不愿意，但主啊，我们仍然呼吸，因为主你主动爱我们，你等候我们，你主动的找到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线上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的，主在乎你，主有全能，主有办法，好不好？全部甩锅，全部甩给我们这位的主，透过我们大口的呼气，把这些污秽，把这些不堪，把这些过去，把这些失败，或者是这些牵绊我们的，都呼出去。神让我们吸进来的是他的全能，吸进来的是主的盼望。谢谢主，今天早上爱我们，我们不敢说我们爱你，但主，我愿意再呼吸，我愿意，即便我有曾经想要不想呼吸，死了算，但主不会放你走，主不会放弃你。谢谢你紧紧抓住我们，那些网罗不能抓住我们，那些别人设计的网罗，主你比这个网罗大，你要救拔我们，而且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
们将掌声给我们的主好吗？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是复活大能的主，我们的主是一切的办法。哈利路亚！要拍掌就大声一点，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坐。感谢主，这就是敬拜，这就是赞美。我们等一下就会说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要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上面的人吹了，我们这样，这是什么？看戏吗？主啊，感谢赞美你救我。这是什么？哎，给神小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给神是全力、全能，我们全生命，好吗？我们神什么没有，神什么都有。但我们干嘛还要赞美他？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好吗？我们赞美了，我们的高度就不一样。我们赞美了，哎，我们跟神就连结。哎，亲爱的大家，你的事就现在已经交给神了，就是神的事了。这样有够神吗？阿们。你还要自己背吗？把你的事已经交托给神，就变神的事。现在神的事也交托给你，所以我们等一下慢慢来领受哦。那我们先来报告之前，我们要来介绍。哇，我们有几位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林建贤弟兄，好，还有谢家荣弟兄，我们欢迎，是一家人吗？好，我们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啊！我好想唱欢迎啊！但还有一个郭美宽是在哪里？耶！来，我们可以来欢迎歌吗？考试清唱了好不好？预备，来，欢迎，我们欢迎你，噔噔噔，耶！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哦。这是一个家，好吗？江南教会，这是一个家。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有照片的哈。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我们的周报今天的周报是应该不是直接就好。来，我们合会手册已经刊物，请到1楼，这是有错误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是会员的话是你已经受洗或者是坚信礼，或者是信仰告白，你就会有一个手册那已经这个刊物表已经在1楼，请自己去那边领取。再来就是我们下礼拜有这个长执会，请长执注意哦。在这个要交报告跟参加下个礼拜天。那我们7月29有一个灵修的成长营，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天因为牧师讲到也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这个人总是很多的情绪我们合意，我们祷告就静不下来。我们好像合意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安尼无意啦，台语即摆翻倒转袂晓讲华语啦，无意的，好像不干我的事，好像隔靴搔痒的。现在弟兄姐妹，祷告不是这样，祷告是神渗透在你里面，渗透到神的里面。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是不交换。神的事，你的事都交在一起。好，我们一起去经历神在我们当中请尽快报名，因为只剩20名，所以在周报里面赶快，现在可以 QR code 赶快来报名那下个礼拜6是我们的前主任牧师郑正仁牧师荣退感恩的礼拜我这个这个进入迦南教会第12年是我永远的牧师，我常常都说他教我怎么牧会郑正仁牧师也欢迎大家参加他的荣退礼拜，在济南教会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他叫磐石变为水池，使坚石变为泉源。诗篇114篇8节，再一次好吗？请。他叫磐石变为水泉，使坚石变为泉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是磐石吗？很干吗？很硬吗？对什么都没有反应吗？神有办法让它变水泉，哇，永远不会渴，你不会有一种不满足，即便你有那个不满足，也是神圣的，让你有动力往前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我们基督徒感恩表现，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来或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没关系，你就坐在位置上就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着你的刚强，贫穷着一生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着你的刚强，贫穷着一生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谦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圣洁的主日，能够与弟兄姐妹在你的爱中相遇，也能够透过诗歌，能够享受你的爱，透过牧师的口，能够领受你的教导。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才能，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一双可以服侍你的手，还有一双能够奔行你道路的脚，我们一生都要为你所用。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请坐。我们要一起来读神的话，诗篇114篇音乐牧师先来前情摘要一下。我们今天会前祷告是读诗篇113篇，这是有特别安排，就是在以色列他们重要的节日3个节日的时候，逾越节，还有什么节？五旬节，还有一个什么？啊？还有一个节啊？等一下注意看，注意听哦，哈！在这3个节期的时候，他们都会先读113、114篇，饭前晚餐的时候，吃完之后他们会读什么？115、116、117、118啊！所以逾越节，既然我们说到逾越节，第一个会想到最后晚餐，记得吗？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逾越节嘛。所以，请问耶稣他知道要被卖的时候，那最后晚餐他会不会先读113跟114？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已经知道你挨末最后了，你有办法赞美吗？因为113、114这个都叫做哈利路亚颂，都是赞美神的。感受一下那个心情。吃完饭以后，要到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又要赞美哦。是115、116、117、118。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他们都是这样。那我们看看他们唱这些歌里面都会包括什么呢？我们来读就知道，都会讲古早的代志，讲一遍啦。可以这样子就知道他们赞美就是过去主你怎么带领我们。现在想想现在困境，将来，简单讲，赞美就是这样子。使他们读了这些诗篇有力气。我相信耶稣在最后晚餐那一天，在带领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也这个心境哦。我要面对的这个苦悲，主啊，苦悲，如果可以，请你挪去，但按照你的心意。我们今天在读这个时候，你此时此刻心境是什么？也是正在很苦吗？那么我们读了这个以后，即便走苦路，我们仍然觉得吃苦像吃不一样，因为那是必经的。
让我们可以升级的。所以好不好？等一下我要请另外一个同工，我们一起读的时候可以拿个麦克风音乐牧师读单数，那么我们的弟兄姐妹跟着麦克风的人读双数我们就像唱歌一样哈，来预备来，以色列人一离开埃及，雅各的子孙离开异族的土地，犹大成为上帝的圣民，这也成为他自己的国。红海一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山像公羊跳跃，丘陵也像羔羊蹦跳。红海啊，你为什么奔逃？约旦河啊，你为什么倒流？群山为什么像公羊跳跃？丘陵为什么像羔羊蹦跳？大地啊，你要在上主来的时候发抖，在雅各的上帝面前震动。他使磐石变为池塘，使岩石涌出泉水。哇！如果我没有说这是赞美诗，你看到这些你会吓坏因为都跟大自然的律都不一样吓坏了，地都震动，你会想到地震吧？你怎么会欢呼呢？欢呼是很高兴的，欢呼是哇哇得救了，哇归赞美给这一位，哇我们要高举这个欢呼。它是一个很短的剧，在日本 NHK 他们都会早晨的时候会有那个短剧那在2020年的时候，要东京奥运的时候，他们特别为了东京奥运要这个编剧一个剧，这个剧其实是按照这个真人真事的一个作曲家所编的，它的名字就叫做《欢呼》。其实他是希望在奥运的时候播出这个剧，让大家可以因着比赛而欢呼这个剧其实就在讲一个男人，其实他还没有遇到音乐之前他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人家一直觉得他很没有用，因为他在很多地方都用了不对的方式用这个方式也没有用，那个方式也没有用，这个也没有用，但他还不断一直在用同样的方式，那他是不是一个没用的人？音乐牧师在讲什么？好像感觉在讲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重复一直在犯同样的错？明明这个方式没有用，这个也没有用，对这个人讲这个话没有用，对这个也没有用，但我们还是一直在做同样的方式，在用没有用的方式。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没用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迷失，神知道今天要透过今天神的话，使我们的生命为主而欢呼，我们就会不一样。这个剧就是这个男人没用的男人，当他遇到音乐的时候，他整个醒过来。而那时候在2次世界大战，国家知道他作曲很厉害，他的歌可以振奋人心，可以改变一个人。然后就请他做，他做了很多的歌曲，一做了这个歌曲，人家一唱就会愿意为国家怎样上战场，哇，拍拍手，就很多人因为唱他的歌军歌就被呼召，就去南洋，然后就去打战，然后就战死沙场。这个作者他很难过，我做的歌本来是要激励人有盼望，但我的歌却激励人愿意去战场，死在战场。所以到战后的时候，他觉得我一定要再做歌，让人从那个受伤绝望中被救起来。其实这个剧真正的在讲这个故事。这个人叫做谷关裕儿，你只要熟悉日本歌喜欢唱日本的歌的人有吗？你大概都会点到他啦。你有去卡拉 OK， 你只要唱到以前的歌，都是他做的。他做5000多首，所以你大概逃不掉。卡拉 OK 有名的都是他做的，特别奥运他做过3次，是主题曲。所以人家说他很神，根本就是神嘛。很多人就来高举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然知道，一个人做的歌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人下地狱，够不够神？够所以音乐就是这么重要，所以要小心君毅在哪里？君毅很厉害，他会唱，他会照，要小心
歌就是这样子，要赞美神的歌，使人能够为神而活，而不是让人家下地狱，走上那个不公义的路。我们知道他不是神，谁才是真正的神？这一位才是为你死，你要为他而活的，这一位才是神。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所敬拜、我们的赞美的这一位上帝。什么是赞美啊？刚刚第一场做的，请不要讲哈。什么是赞美？什么是俄乐？不是只有唱歌而已，好吗？我们今天这个诗歌就哈利路亚颂。为什么要哈利路亚？为什么要赞美？我们这个人需要，不是这位上帝就喜花。这位上帝要人家拍马屁，要人家赞美他，是这样吗？你没有赞美他一样伟大啦，这样好吗？好，你了解吗？赞美是为了你自己，你不赞美你就麻烦了，你里面就空了，被掏空。但你一赞美的时候，你就饱盈，哇，你就饱饱的。但是何以我们总是在欢呼之前都会先被气哭？今天这一首歌其实一直在讲他们的历史。他们什么历史？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原来在为奴之地，在埃及400年的当中被人家当奴隶，根本不被人看，不被人当人看。而这位神听见他们的呼求以后，就选了一个摩西，让摩西带领他们要出埃及，还透过10灾才把他们带领出了埃及。好，最后法老说：“放你们走吧。”因为他的长子怎样？最后那一灾被灭亡，投身了都灭亡，放你们走吧，放。但是一放他们走以后，法老不甘心，又硬了紧，后面又追呀。当他们一追的时候，他们本来已经远离了要出埃及，他们已经走到神带领他们走到前面就是红海，后面有追兵。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我们来读好吗？这个人民说什么话？我们来听听看啊！来，请。难道在埃及没有魂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这什么话啊？这叫忘恩负义的话，还是很气的时候说的话？你生我干嘛啦？有讲过这句话吗？有听过这句话吗？英业牧师对青年有做过统计，后来发现专业的人做统计也是跟我一样的答案，就是当孩子、青年他们最气父母讲什么话，这句。我炸了，我还给你生，这时候台语那叫溜哈，感觉比较传神的哈。生你干什么？丢到垃圾桶就好。生你哦，知道今天这样哈，我就不生你了。以色列人被带到这后面有追兵的时候，就埋怨、就气，甚至于过了红海这样的神迹，其实没有改变他们哦。他们仍然怎样？他们仍然在旷野没有得吃的时候，没有水喝的时候，过来呀！他们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有没有似曾相识？你不要救我，你不要说带我去教会。你看你现在怎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埋怨过？如果我们有埋怨，到神的面前讲事实，情绪可以给神，但不要讲埋怨的话。主啊，我现在真的很苦。主啊，我真的被这些混乱给气哭了。直接讲，不要埋怨，不要怨天怨地。事实告诉神，到了下一代约书亚的时候，当他们要进迦南地，哇，那是蛋了。上一代人进不了，下一代这边等了以后还要等3天，
而且很莫名其妙的是，要过约旦河，还要这个根本逻辑都不通的。我们一起来读，来，请。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什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跟着约柜去，这个怎么那么奇怪？我们已经都等了几十年，然后你现在情况是这样，然后你叫我们再等3天，而且那个方式太奇怪，很奇怪，太多不确定，很不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太多不合逻辑的，很不安。现在就是啊，我们怎么面对这不安的情绪？甚至于我们等了很久，就像这一群神的百姓，在西乃山下，在那边等着摩西上去领那个十诫板，怎么1天、2天、3天、4天、10天都没有下来，等到急气哭了，说阿伯，你帮我们做一个金牛犊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过等到这样吗？因为牧师有一个好朋友，太可惜，信主之后，他等不到答案，人家跟他讲说：“哎呦，你跟这个耶稣不同户口了，我带你去算命啦，比较快啦。”有没有比较快？一去算，他后来说：“好，我昧着应验牧师他说的，我就不要让他知道，我去算命就好了。”一去到那边，一坐下来，什么结果？人家会不会跟他算？哎呀，你没讲好靠哎，你根本就不同户口的，哎，那我不帮你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灵界清楚得很，是谁不清楚啊？我们啊，我们搞不懂啊，被很多惊恐给气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丘陵都会崩跳，哇，这个大地啊，这个声音现象，地震、大水、灾害、海啸、瘟疫，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就觉得惊慌失措，怎么办？我们就忧郁，是不是？其实耶稣早就讲过这个话啊，他早就已经说了，只是你有没有接收呢？耶稣怎么说？请。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有战争？会。台湾会不会有战争？不会。不是你说了算。但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战争吗？没有要战争，每个人有每个人领受，但这些不同的情况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没？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你是把它当终点站吗？如果你的人生只说我活到这个此时此刻，那就太可怜、太可惜了。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寄居的。讲现在的人听得懂，我现在只是出差啦，出差在这世上，我真正的任务是我要回到当末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耶稣就讲这个末日一定会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说因为牧师没讲，不要说耶稣没讲，耶稣早就讲了，一定会带灾难，一定来，但你准备好了没？你要怎么准备？我要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既然我都信主了，我有60分，神要给我们61、62、63、64，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起在神的国，我们一起跟他复活之外，我们要掌那神的国，那才是我们的终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在我身体，神给我这个身体，一定有一天会老去。讲较白，有一天就死啦。怎么死而已啦，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死，就问题是什么时候死？
怎么死法而已。还有你死后要去哪里，这个是大问题。死后如果你不知道你死后等候神再来的时候一起复活，我成为得胜的基督徒的话，那么我现在出差在这地上的日子就很苦啦，我每天就等死而已啊，对吧？讲白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再次说，我们在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实习的人生。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锻炼成一个敬拜的人，阿们吗？敬拜的赞美的人，阿们吗？为什么这么小声？因为你没有读启示录啊！你在天上跟神在那里，你每天是要做什么的？敬拜啊！你每天在那边是赞美，你现在不练习，你起来呀，你也就惨哦。你去到那边我的生命怎么在这地上都没有练啊？给我实习的机会我都没有练啊！去到那里很不适应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还好不适应是还好哦。如果主再来掌权的时候，你不是得胜的基督徒的话，启示录的话讲的，你能不能在那里？我不知道。60分的人在哪里？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得胜，我们会有许多的压力，我们会有许多突来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没关系，在我们7月底那个祷告会，那个我们刚刚说请你报名的那个，你怎么自我照顾？你怎么样有新的适应的机制，不会让你的生命一直被情绪所困扰，而你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敬拜、愿意俯伏、愿意交托的，那么就来祷告吧。就来赞美，来欢呼吧！今天的经文再次告诉我们，连大地主来的时候，他都要发抖啊！发抖是在赞美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机会，现在可能就是现在，神带领你出埃及，而要带你在哪里？跟红海之间，而这个地方叫密伯。神干嘛？直接就带领他们这个进入迦南地就好，干嘛在那弯来弯去？因为密夺是寄望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可千万不要说主，你有办法，你就直接让我直接啊！你现在就直接让我升天啊，我也甘愿啊。问题是你的时候还没到啊。多少人生病很久的说，牧师，你帮我祷告，我直接去上帝那里。问题是上帝说你实习的时间还没到，你实习的成绩不够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还不及格你就要去，哇，你就是被打屁股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时时刻刻让我们在这个密夺，是给我们有寄望，给我们有盼望，我们才能够用我们一生来顺服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来做。我们就是先来自洁，因为我们自洁以后，神给我们有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就像约书亚带领民众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每个世代都要经历哦。刚刚是摩西的世代，现在到了约书亚世代，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请。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亲爱的弟兄姐妹，自洁，你看到的是什么？还是只有奇事？神迹奇事，首先你要成为自洁的人。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自洁的人，很可惜，很难以被神来用，很难以来敬拜神，很难以来赞美神。我们就会变成我这个口拿来骂人，拿来哀怨，拿来碎碎念，又用这个口来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很可惜，神应许我们这个人啊，本来像磐石啊，就像这些被带到这个旷野的，神即便让他们没水喝，可是却让他们在磐石中要有池塘。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你现在的生命，你的境况，你可能像磐石，像岩石，干渴，好像都没有办法，没有资源。但神说怎么样？要给你有池塘。池塘还是会干掉，对不对？但他还有更大的应许，要有什么？
泉水冒出来，冒出来，冒出来，冒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跟这个泉源的源头连接，你不来敬拜、来赞美、来俯伏，太可惜了。你信什么？太可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听神说，我们就是起来敬拜，我们就听神说，我们就起来赞美这位神。神听神的话哦，不要自作主张哦。神要我们就像今天这5个奇迹一样。今天这经文就5个奇迹，我们不断的赞美，我们不断的诉说神在我们当中的奇迹。这5个奇迹共同一个点，什么？神的同在，神的灵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有神的同在、神的灵在的话，哇，泉水，你不用再去要别的，你不会再觉得我不满足，我这个也不对，我那个也不对，你会觉得我什么即便不对，但我靠着主而不是每天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的生命是欢呼，就像大地、石头都要起来震动，要欢呼。我们的生命更是要来赞美。赞美原文的意思是什么？阿们。所以我们要对神要怎样？高举啊！高举做什么？把荣耀都归给神。所以当我们敬拜团在说，等一下我们要敬拜，我们来赞美吧。我刚刚已经有讲了，不要那种心态。无看你是要安怎？神啊，你也无教我迄落吼，我要死啊，要死互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们自己先做起来，举手，敬拜神，赞美，高举，这个叫做敬拜哦，好不好？当然，敬拜不只是在这里，因为牧师常常会说，你回去敬拜有你要侍奉。所以你回去，你在做工，你在洗碗，你在为家人服侍，你在认真的打拼那个工作，做志工。请问这是不是敬拜？是。是不是赞美神？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高举，把荣耀，把主手高起来，还有信靠，就是我全部都赌上了。你们没有赌博，我知道了哈。但你们了解那种没办法规盘咯，不要讲，人家就知道你会。其实大家都知道，看电影看过。信靠赞美就是主啊，我就只有这些，我没办法了，全部都给你，交托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帮我们把我们的事情交给神，神把他的事交给我们，这叫交换。特懂，真的特懂。你不要你自己还放在口袋，到底是要高不高啦？赞美那这边啊，没有，高举我们的神，把荣耀都归给神。我们赞美这位是怎么样的神？他在我们生命就要那个的作为，是跟我们这个人有关系哦。所以赞美是我们。赞美我们这个人就会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赞美就是什么？这样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奥林的时候他要做欢呼这个剧？为什么？因为在那个胜利的时刻，总是把人怎样高举啊？高举这个人，对，这个人是什么？神啊！不是，他不是神。我们所信靠的，在十字架上才是神。所以，我们赞美这位神，就是要有这种热忱，好吗？所以，等一下唱歌的时候，拜托。可以不用跳到屋顶，但至少说主啊，我就收哈，不是说，我就全心，我就只有这些。我这个人将死的人，我还有什么呢？主啊，就是交给你。即便我那个再大困难，我怎么样都一直做错事情，一直是那没用的人，因为我一直做没用的方法，一直用没用的方法。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教小孩？明明谁念不好，爱一直念的，有吗？一直点头，我知道可能就是你自己是这样了。
明明的念伊不好，但你就是忍不住一直不够念，爱改爱改，你越叫他改，他越改越怎样？越改越大。音乐牧师协谈说，毒瘾、酒瘾，如果没有好的方式，没有神介入，是越改毒瘾越大哦，酒瘾是越严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不堪的人全交，神要，神要，别人不要，神要，好不好？那么我们就来敬拜。什么叫做敬拜？有人开始在担心，因为上一场有看到，什么叫敬拜？原文的意思是怎样？有没有人要帮助我？上一场有人做礼拜的，好，没关系，那我自己来好了。原文的意思，敬拜的意思就是，等一下唬我哈，看得见吗？敬拜是这样，看得见吗？看不见站起来没关系，看不见后面看不见看，两只手。敬拜神，这一位神是值得我们跪下去，然后我全心服服。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用这样敬拜我们的神吗？还是三心两意？啊，我有来就好啊啦，你莫安尼啦，不是，好不好？即便音乐牧师没关系。即便你们唬我不懂，我会有办法哈。即便音乐牧师都脚不方便，爬不起来，但是当有需要的时候，神就给我恩典够用，好吗？好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帮我按下一页，我没有带下来。所以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用赞美到神的面前，我们用欢呼活出我们人生的乐章，好不好？我们就用这首歌，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哦。好，这一首欢呼的歌要从后面。你们要从后面1、2、3，哎，我们的神给我力气，来，我们请起立，耶！我们来，亲爱的大家记得哦，赞美是怎么赞美哦，敬拜怎么赞美，怎么敬拜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神的，真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从神来的哦。快点，保佑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我们敬拜主的神。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你，全能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我的敬拜主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愿一切的圣洁荣耀尊贵都归给你，主啊，这就是我们的敬拜。主，我们就是高举你，主啊，我们就是将我们所仅有的，主啊，我们就高举起来。主，你不看，主啊，我们的敬拜不管好或不好，主啊，我们的人生不管是不是做对做错决定，你要我们凭你就是来敬拜你，就是高举，将荣耀归给你。虽然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么不堪，我们不成功，主啊，我们可以敬拜你吗？可以，因为主看重你。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只要我们还愿意跟随主，我们的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主啊，愿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愿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临到你以及你所关心的家人、唯一的朋友。因为若是没有了主，这一生就可怜了。若没有主的拯救，人生就在此时此刻结束。太可惜了。主啊，你知道，我们若是没有你，主啊，我们人
深处，要坠过那个土地，很逆往而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你乃愿人人都得救。主你的爱永远改变，带来完全的健康，医治我们，使我们在神跟人跟自己和好，成为的事事可以引导。圣灵保护保守我们从这里出去，回到我们的家，回到工作的地方，回到这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要成为光，我们要成为盐。主你的平安与喜乐与我们同去，从今时直到永永